想着起航，多少次的等待，远方的朝阳，陌生的梦想和执着的倔强，在这一路之上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伫立在茫茫生命之巅，总被时间改变，失去力量，也曾在迷茫中成长。我徘徊在茫茫人海之间。关经理，你出差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走，家里说。哎，关经理，哎，这次出差回来，短期内不会再走了吧？妈，他今天晚上就走。对，今天早上回来的，知道冰冰进了50强，特地来祝贺。主要也是来看看您，今天晚上就走。你这叔叔也真是的，真不心疼你。我还想着呢，找个时间隆重的见一下你的父母。妈，我觉得你说那话吧，就不对。就因为我们家关海的叔叔太疼他了，才能这样。男人要以事业为主。话是不错，哎，那个关海，你是不是应该走了？我一会儿还得排练。对。哎，对了，冰冰，后边的比赛不是有短信和网络的投票吗？我已经替他找了很多人了。好，关经理啊，你就应该这样，不管你人在哪儿，出没出差，能帮上冰冰的你就尽量去帮。必须的，一定给力。我也不能例外。我想好了，到那天我就直接到现场摇旗呐喊，助威。妈，去现场的那都是小孩儿。我知道。那我妈，你说在家看电视多舒服呀？那不行。阿姨，那个我先告辞了，好吧？然后家里还有点事儿。冰冰，不错了。路上注意安全。慢走。刚来就走。行啊，冰冰啊，这把小关训得服服帖帖的。这说话呢，你没听见啊？这点随妈。我随妈。你看你呀，叫你早点来，你非磨磨蹭蹭的。没来晚就行，着什么急啊？早起的鸟儿有时吃，这道理你不明白？早来没错的。哎妈，你赶紧去观众席了，去。急什么呀？来，你看见没？面面有记者在采访。走，妈领你露露脸去。哎，露什么脸？多丢人呐！你资历浅你不知道啊？你就得想点办法。你们看网上那些选手，你想尽办法吸引人注意，是吧？我也跟他们那样，我还得在剧院混呢。妈知道。
这妈知道啊。那个妈心里有数，咱们呢那个拿捏得体，掌握分寸。比赛很多选手不把握机会，那才叫笨呢。走。请问元和，您准备的是什么呢？我准备的是那个小。对不起，小姐。干嘛呢？记者小姐，能不能采访一下我女儿？那我们这边不，就几分钟时间。这几分钟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们不采访我女儿，那将是你们的一次大失误。不会吧？那请问您是？我是37号选手秦斌的母亲，在这里我就不多说我女儿有多优秀了。作为她的母亲，我深深的知道，我女儿秦斌这次就不是过来比赛的。那我女儿是过来夺冠的，因为那将是她信手拈来、瓮中捉鳖之事。所以我相信，我女儿夺冠那就是时间的问题。那请问37号选手，您的母亲对你这么有信心，你自己怎么看呢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妈的个性比较直，说话呢直来直去的。但是我认为，所有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儿女是最优秀的。她真的是很优秀。谢谢。再这么玩，换死我啊！控制。那我们先走了，谢谢各位。我们虽然不知道37号选手最终一路能走多远，她要是我妈，我可不跟她出门，这太丢人了。一把年纪了，一点礼貌都不懂。哎，你看，那边还没采访完呢，她就冲上去了，想出名想疯了吧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这个妈妈挺可爱的。现在这个社会可爱有什么用啊？以后啊，谁要找了一个这样的丈母娘，那可真够呛的。就这个地方要鼓起来，整个头型显得饱满啊！哎，别，你看那边那人长得啊，他是走错地方了吧？长成那样还选美，哎，那么明显让人发现了。长那样还来比赛啊？那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海州女儿比赛，他以为选海州奶奶呢。不喜欢你别说出来啊！还有跟那边比赛，不行。他们不好，妈高兴啊！你最好的，乖啊，等下别笑场啊，你不会笑场的。哎，你轻点儿。是啊，弄疼了。快！先走一下啊，快点回来啊。喂，媳妇儿，在电视台吗？啊，我在化妆间呢。我刚才在电视上看到你了，还有你妈。唉，我就不应该让我妈给我拽进去。我没化妆是不是特难看呀？效果非常好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化妆都非常漂亮。嘴变甜了。然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咱妈的评论。那怎么说呀？也没说什么，说她有点哗众取宠吧。瞎说！我妈不管怎么做，也是为了我好。媳妇儿，你听我说，他们的意思呀，可能是……赶紧上班吧啊！挂了。妈回来了啊！哦，我发现了新武器，来试试。妈妈新发现。对，你戴上喜庆，你看人家都戴花。妈，我跟你说正事儿哦，咱以后不跟记者说那些话了啊。说哪些话了？我觉得挺得体的。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有面子。
面子值几个钱啊？能吃能用还是能花呀？我不太习惯别人对我指指点点的。这你就不懂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要是没人说你，那你才叫完了呢。生活就是需要别人指指点点。乖啊，咱们来试试。哎，你看就这样，隐隐约约的在里面出现。我知道，这太花了，我不行。哎呀，你就点缀一下。王迪，冰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彩排呀。那其实啊，那边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俩说好了，他真的支持我。冰冰啊，她就是梦妮啊。阿姨好。哎，好。还好你选的朗诵。冰儿，老公。累坏了吧？啊？冰冰，搭志恒车一块走吧。用不着，我们打车走。用不用我陪你回去，跟阿姨解释一下？不用了，你们俩先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怎么了？我们之前帮关海骗阿姨的事儿穿帮了。走。以后少和这俩白眼狼在一块儿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，我刚才觉得吧，你就特奇怪，摆着这个便宜你不占，现在变得有骨气了。我这叫不为五斗米折腰。就你还不为五斗米折腰呢？媳妇儿，参加选秀呢，压力不要太大，你一条我一条，随时陪着你。喜欢吗？喜欢。老公，你死定了。今天我妈发现，梦妮就是你表妹。妈，你想问什么就问吧。我想问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关海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广告业务经理。那就是业务员。是。之前的那个洋房呢？梦妮的。他叔叔呢？梦妮他爸。还加的那个电视台呢？关海二舅妈的表哥，是那儿的副主任。你可真能蒙啊！妈，我也是被逼无奈，您别逼我了，行吗？我怎么逼你了？我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，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最好的学校、最好的专业，我为什么？不就是想让你出人头地，活得更好吗？妈，我觉得我自己活得挺好的，是您让我觉得我自己活不下去了。我怎么让你活不下去了？您一点自由也不给我，您连恋爱的权利都不给我。我那是为你好。您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面子好？行啊，你这个女儿我是没白养，我那么大老远的跑过来陪你，你反倒因为我你不能活了。
行，干脆我早点死了，你也能解脱。妈，是我不孝，要死的话，我死在您前头。妈，您别闹了，行吗？您就别管我跟关海的事儿了，我都这么大一人了。就因为你都这么大了，那你先办这些事儿像个大人吗？你能让妈放心吗？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就听妈一句，明天你就去跟关海把话给说明白，把那个戒指也还给他。不然的话，我就到他单位去告他。妈，你告他什么呀？没有诚信，欺骗长辈，弄虚作假，满嘴胡言。妈，你能不逼我了吗？你要是把我逼绝了，我就退出比赛。明天我就跟关海结婚领证，这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你也没有办法。到时候结果是什么样，你心里很清楚。我记得你跟记者说过，我女儿是来这里夺冠的。到时候记者问你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。可是我有什么说什么。真行啊，你真是随了我了，你真随了我了。当年你姥姥反对我跟你爸在一起，我跟你一样拿这些话去逼他。你爸那个时候，我不管他多穷，生活多苦，我都愿意跟他在一起。我不允许别人说他半个不字，我事无巨细的去照顾他。可最后怎么样？他不还是把咱俩给甩了？你说这感情可靠吗？关海跟我爸不一样。但愿吧。有些话，妈说了你可能不爱听，可是妈不能不说。那妈答应你，暂时先不干预你跟关海的事。那你也答应妈，眼下你选秀比赛的事是最重要的事，不能因为其他什么人什么事去干扰你，那是你现阶段最重要的事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。那天那100多万的车是谁的？开车那个人吧，他给老板开车？他自己就是老板。妈眼光毒吧？我一看他就挺体面的。他没结婚吧？没有，也差不多。梦妮的那个就是张志豪。哦，那你看这件事儿，你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。我们要奋起直追，不能被别人甩在屁股后面。所以现在比赛是头等大事，知道吗？罗密欧，换一个姓名吧。姓名原本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花，要是换一个名字，还是同样的芬芳。要是罗密欧换个别的名字，他
他可爱的完美，绝不会有任何改变。罗密欧，抛弃你的姓名吧，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能进去吗？快进来！罗密欧与朱丽叶吧。你太厉害了，连这个都知道。我充其量算是不傻。你一会儿一个罗密欧，一会儿一个罗密欧的，谢谢。我还猜不出来啊。怎么想起来练这个了？不是得进10强比赛吗？哎呀，除了唱歌以外，还得有别的才艺。我想来想去呢，就想了这个。聪明的选择。那50强选手里边，除了你和秦冰，就没有人是学戏剧的了吧？没有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观众看起来应该会有新鲜感。你觉得呢？祝你成功。来，准备好，同学们，准备好了？准备好。好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这场秀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们在台上出现什么失误的话，不要紧，继续走下去。还有一件事就是，今天赞助的包和衣服都很贵，你们上下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你们现在手里拿的呢是今天出场的流程，你们自己看一下。好了，姑娘们，换衣服去吧。一会儿这一会儿那，烦死了。哎呀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呗，反正他也是为了我们好。你觉悟还挺高啊！这知道的你是要当海州女儿，这不知道的还有你是要当海州女王呢。切。没事，装。这是故意设置的，笑。小事，是专业，不要生气。给我出去！出去！胡小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？撞他呗，干什么？撞他？你跟他有仇啊？你撞他？对，我就是跟他有仇，我就是看不惯他。哎，他还真有他自己的海州女儿呀！告诉你，他和我们一样，这说好听点是模特，这说难听点就是活动的衣服架子。这一次啊，我只给他小警告，他下次如果还这样的话，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好，你不用准备压轴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决定换人了。换谁？秦冰。今天真是虚惊一场，不过总的来说，大家还是很棒的。虽然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插曲，我说这个人呢，想必大家都知道是谁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还有，今天因为秦冰小姐表现得非常不错，
所以主办方决定送给大家每人一个破烂的包。好了，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撤吧。喜欢我送你们的包吗？啊，江总，还记得我？这么说，我们现在可以算是朋友了吧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，喜欢吗？还不错。不错在哪儿？漂亮、简单，而且很容易搭配。看来你的感觉真的很好，这个包很配你。谢谢你的夸奖。其实我应该谢谢你，你今天表现真的很出色，同时我也很欣赏你。希望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罗密欧，抛弃了你的姓名吧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罗密欧，罗密欧，抛弃了你的姓名吧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只要你称我做爱人，我便可以重新命名，从此再不叫柔米。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越了围墙，石头砌成的围墙是挡不住爱情的力量。轮廓倒影执着，这陌生角色，仰慕着每个角落，双人一般过爱，不忍看多，凝住寂寞，望不穿这暧昧的暮色。这一趟说的像真话。冰冰，冰冰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网上挺我们的人要比贬我们的人多了啊！哎，一句贬的我都不想看，没出息。哎，冰冰啊，我想过了，其实像现在这种小比赛就跟风一样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这风头一过吧，大家也就忘了。我想啊，要趁这个势头，把我们的名气折现。折现？嗯。你知道那些网友都叫我什么？火妈。多难听啊！难听不管啊，受用就好。我打算趁现在这个火势，我开一家火妈火锅店。行了妈啊，这是海州多热呀，谁吃火锅啊？你这走南闯北的怎么没见识呢？炎炎的夏天，在空调的房间里吃着热腾腾的火锅，那才叫爽。妈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这棵摇钱树弄点饭吃？啊，饭我做好了，都在那厨房里呢。那个，你先别急着吃饭，妈有个想法想跟你说说啊。我呢，我初步算了一下，要开这个火锅店，起码要几万。你看你能不能找关海去？停，打住啊！你忘了昨天前几天你在那儿跟我说，不行，必须分手，他配不上你啊！我是说过，可我的观点还是没有变啊，他还是配不上你。可你们现在分了吗？啊，没有吧？不行，我开不了那个口。你看你现在护着的啊，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？人家关海啊，天天在网上24小时的帮我去投票什么的，你还要人家怎么着？我承认这件事情上他办的确实挺漂亮的，可你现在还是他女朋友啊，你花他的钱那是天经地义的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没出息。
妈，我跟你说正经事儿，你要没把我生那么漂亮，我要不是你的摇钱树，你是不是就不要我？啊？随了谁了这是？两位老总选择我们的公司，一定不会有错的。关海啊，你得好好谢谢陈总啊！要是没有他的推荐，我可不能认识你啊！要说关海是个人才啊，那的确是个人才。不管是在业务上，还是酒桌上。这样，两位稍坐，然后我去找老板签一下字。好。老陈呐，你介绍我参与的这个项目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？就是说，将来我们公司的 logo 会出现在台上，不是台上，是观众席的头上。那你们公司的广告图呢，挨着我们公司。那为什么不能在台上啊？台上人家有海州女儿的 logo 啊。欢迎收看宝兰德之夜海州女儿选拔赛50进10强比赛，欢迎你们的到来，欢迎你们，欢迎。刘一鸣，开门啦！气死我了！你说我到底是不是我爸亲生的啊？我高中的时候就跟他说了，我要学经济商务，他倒好，让我学表演，学制片管理，说将来要接手合家班。行啊，我也答应了。可现在怎么着呢？只要我一提到他的作品有问题，他就跟我讲了，你不懂艺术。哼，我还说他不尊重我的管理理念呢。我已经跟他说了，现在的影视剧要跟商业相结合，才可以走得长远。你觉得我说这话有问题吗？喂，我在和你说话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我听了啊。然后呢？没听懂。根本就没听懂。你别看了，我都气成这样了，我是不是你兄弟？姐姐，你都说了半天了，也口渴了是不是？你到我们家喝点水，我这有急事儿，我办完跟你聊啊。你怎么那么就没有良心啊你？你说我也不是一个爱八卦的人，你就不能找找身边其他人吐吐槽什么的？我朋友多了去了，但是呢，他们都不欠我的。所以说，刘一鸣，你是我专用的倾诉对象。啊，和你这么说，我欠你的是吧？对啊，上辈子我欠你的，这辈子你欠我的。我这认识的人里边吧，有一个跟你真的是绝配。这性格互补，爱好相同，家庭背景旗鼓相当。你还有那么高品质的朋友呢？那哪天叫出来认识一下呗？没事儿，咱俩还能拜个把子。成啊，我那哥们儿啊，叫张志恒。你说我跟那个男小三儿是绝配啊？掐死你呀！哎，扣扣姐。刘一鸣，你看什么呢？你看选秀节目啊？行啊，品味有所提高啊。
哎呀，像这样的节目啊，我是不惜的参加。我要是去的话，所有的评委都会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你穿过裙子吗？废话，我不穿裙子那是因为怕太过惹火，走到马路上引发交通事故。到时候呢，就是一条裙子引发的血案了。低调点啊！哎，这不你的前任吗？呀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我倒要看看了，他用了什么招，把你弄得人不人鬼不鬼。现在登台的是15号选手梦妮小姐。海里成长，大海呀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。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陪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呀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都在。你如果今天不想上课，就请假。爸帮你打电话给老师。很好，很好，女儿安排的多好。不许改变主意，北京一定要去，不能放弃。可是我舍不得呢。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大海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梦妮就是我刘一鸣最大的梦想。你就是我的梦，你在哪，我的梦想就在哪。我只希望你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是因为我或者我爸给你带来了什么压力。我当然也想你每天都可以陪着我，每天都可以待在我身边。嫣然，多谢我多谢。燕儿，我想你呢。罗密欧啊，罗密欧，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？否认你的父亲，抛弃你的姓名吧。也许你不愿意这么做。那么只要你宣誓，我的爱人，我也不愿意再信开普莱特了。
累啊，回家了。姓名原本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叫做玫瑰的这种花，是送给我的吗？送给孟楚。换一个别的名字，还是同样的芬芳。不管我们两个去什么，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。我们俩又不会分开。可爱的完美，绝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罗密欧，抛弃你的姓名吧。我愿意用我整个的心灵来赔偿你这个身外的空名。只要你生我做爱人，我便可以重新命名，从此再不叫罗密。我用爱情的力量翻越了围墙，石头砌成的围墙是挡不住爱情的力量。鼓掌，鼓掌，鼓掌！好。